小心啊！西瓜。我哋已經真係冇搵到嘢食啦，仲咁落去，我哋真係要餓死。小肥鴨，又真係橡皮鴨喎，仲以為終於搵到嘢食添。就咁樣，咖喱跟住飛落佢哋喺呢片大陸度旅行咗一段好長嘅時間，由陸地上奔跑到水上航行，甚至天上翱翔。佢哋一齊戰鬥，一齊歡笑，最終收穫到友誼同寶藏。從此有一個傳說開始流傳，有傳坎士丁大陸上面有一隻鴨，佢有一身壯健嘅肌肉，英俊嘅臉龐，身高8尺。佢喺世界各地旅遊嘅同時，不忘幫助有需要嘅人。啲人為咗感謝呢隻鴨，為佢立起雕像，並尊稱佢為傳奇鴨勇者。傳奇鴨勇者好型啊！好啦，係時候瞓覺啦。唔要，我要再睇一本。好啦，但係傳奇鴨勇者好似冇續章咯。一係我哋讀呢本。本影片由仗劍傳說贊助播出，快啲嚟同 B 得一齊體驗怪輕鬆嘅異世界生活啦！